好来，乡亲继续来看台中五车斗米山王府，已经有157年的历史。庙方为着要庆祝庙事重建落成，特别邀请到在地音乐的工作者，为这个庙事来做主题歌。每年2月24祝寿的时阵，要来发表这条歌。现场的歌曲上气势，这是五车斗米山王府的主题歌曲，庙方找在地音乐人来制作。 结合传统和现代元素，和宗教音乐更加多元。这首歌曲基本上就是融入我们制作人他最擅长的布袋戏风。那布袋戏风来讲的话，它里面包含的就是我们的所谓的乐器中的一些弦乐。那交响乐跟弦乐搭配起来的时候，它整个气势会更磅礴。已经会安做啦，哈，在1年，个即摆已经经过5年，都今日开这个记者会，宣布咱。 斗米山王府建造开始进行。斗米山王府已经有157年的历史，主要是拜地主理山王府的王爷丁神尊，是顶寮里面的信用中心。每年2月24开始，连续3天要举行千桥大典，有邀请普渡3000道等等的内容。普渡3000道以上，3000道的普渡，个阮庙本身甲友乡，阮头有100间的友乡。 有人会来参与，希望透过这个活动，会使互较侪少年人了解宫庙的历史，嘛会当继续传承宫庙的文化。